咱来参考祈祷，非常地，阮踮伫即个世间，看阮的世界动乱、天灾、气候变迁，看到阮所听的故乡拄着地动，拄着对敌的威胁，主阮恳求你，互阮通过你的话，互阮对你有信心。亲像阿伯来喊，相信你做阮最好的安排。恳求你通过罗卜的嘴，通过你的话，坚定阮的信心。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2礼拜前有讲耶利米买土地的代志吼。我会记得我伫遐讲的是讲，到尾啊，咱相信上帝。我有讲，我讲相信上帝，毋是凊彩讲的啦，定迄是真正爱有真强的信心。我有准备即个讲道的时，我有开始咧想，过去要过讲啥吼？因为无一定大家拢有来。2礼拜前我讲的，恁无一定拢听。迄是耶利米吼，互人掠去伫监狱关吼，关伫监狱内底。外口已经巴比伦的军队围伫外口，啊，伊的犹大国是面临亡国的危机的时候，有伊一个客人来叫伊家买土地，啊，伊得到上帝的启示，伊讲伊叫你家买土地，啊，所以伊买土地。伫迄款情形的下面是无人会买土地，总是伊买土地。伊买土地毋是为着伊家己，伊是要互人相信讲上帝是会当倚靠、会当信靠的上帝。我迄阵讲到敢若是第15节、第16节以下，耶利米第32章第16节以下，是耶利米买土地了，伊对上帝的祈祷。伊对上帝祈祷，伊甲上帝讲：以色列人离开伊啊，你叫巴比伦来甲拍吼，这是因的罪，因罪有应得，因应该受的刑罚。总是关于买土地这项代志吼，耶利米有搁讲，我有今仔日甲提出来对32章耶利米32章的。第24节到27节，我有做 PowerPoint 吼。我读咱听吼，这是耶利米甲上帝讲的话，讲他对敌已经逼我来，企图对要攻取这个城，这个城嘛因为战乱、饥荒、瘟疫、旱涝，来攻击伊的巴比伦人的手。上主讲的已经实现。你嘛已经看到，至高的上主，这个城已经交予巴比伦人。毋过你竟然叫我着用银买田园，搁请人来作证。这是耶利米，伊买了啊，伊嘛问上帝讲：啊，你太叫我做这个代志？这是真人性的话吼。那你敢袂问？耶利米问安尼真合理呢？总是上帝甲伊讲啥呢？上帝甲伊讲吼，我是上主，是全人类的上帝，兼有甚物事我做袂到。上帝应答啥呢？意思就是讲，你看我安怎做啦？因为今仔日咱所读罗马书的迄罗马第4章16节到25节，是保罗吼。对阿伯拉罕、甲撒拉年老才生囝这项代志吼，一个深刻的反省。我伫遮吼特别要请咱会记迄句话，上尾啊迄站吼，上帝家己讲的哦，上帝家己讲的，讲我是上主，是全人类的上帝，兼有甚物事我做袂到，这是上帝家己讲的。确定啊，咱会看到上帝往哪讲即句话吼。拄啊，圣经已经有读，恁可能无注意到。即句话是真有力的话，
伫圣经内底出现2摆，咱今仔日拢会讲到。但我拄仔讲的，亚伯拉罕甲撒拉年老的时，上帝应允因生一个囝。保罗伫罗马书用即个用因的代志做新学性的解说，了后伊咧讲，咱是称义是对神，毋是对行为。所以咱慢慢来看，要开始讲以前我大概将亚伯拉罕甲撒拉，上帝甲因讲要生年老要生囡仔即项代志我小可咧讲一个真简单的迄个故事咱要来看保罗的迄个解说的时，咱较好了解啦。你若去读创世纪第12章，亚伯拉罕75岁，上帝叫伊讲：你离开你的老爸所住的所在。咱拄仔读的迄个，咱的启应，亚伯拉罕上帝叫伊离开因老爸的所在，要去倒位，伊毋知，上帝无甲讲要去倒位，敢若叫伊出去尔。伊安尼拍伫旷野内底行法，上帝带伊行伊信上帝，伊照上帝安尼放杀因所伫老爸的厝伊去旷野漂流。迄个时阵伊75岁，伊漂流偌久我毋知啦，总是到第15章创启是第15章，无讲伊几岁，总是伫第15章，上帝头一摆甲伊讲：我要互你有子孙，亲像天的星遐尼济，亲像海沙遐尼济，总是伊拢无囝。迄个时阵，咱毋知伊几岁，是75岁甲85岁中间，因为伫85岁佫发生一项代志。上帝甲伊讲要赏赐伊一个，赏赐伊真侪子孙，无囝，要安怎有子孙？因两个直等到第16章第16章，迄个时阵亚伯拉罕已经86岁啊。准讲上帝答应伊要互伊有囡仔，咱甲算80岁就好啦。50年过了，拢无，所以因太太撒拉甲亚伯拉罕讲上帝无的确是我遮老啊，无可能啊啦。伊讲我有一个女婢有一个女婢埃及人叫做夏甲，伊叫伊的丈夫去甲夏甲做伙困，夏甲生一个囝，叫做以实玛利。换一句话来讲，因等上帝要互因囡仔，等拢无，因想讲。咱家己来啊咧我家己甲上帝斗骹手啦伊生一个以实玛利，总是上帝讲这毋是我爱，这毋是我爱。迄个时阵伊86岁，咱今仔日看第17章99岁，亚伯拉罕迄时已经99岁啊。上帝佫甲伊提起讲要互伊有子孙，要互伊有一个囝。即摆咱读着讲亚伯拉罕趴伫涂骹咧笑，咱若讲即项代志咧笑，咱拢讲撒拉咧笑，因太太笑，亚伯拉罕咧笑，咱真罕咧听伊讲。亚伯拉罕嘛伫遐笑迄个创世纪的作者甲咱讲伊趴伫涂骹咧笑伊心肝内想讲我90岁啊呢，我要100岁啊99岁要100岁，撒拉差我10岁嘛，90岁啊，哪有可能会安尼？伊伫遐笑了伊甲上帝讲，咱今仔日读圣经，伊甲上帝讲，你归去互以实玛利做我的后裔就好啊啦，莫阁叫我等啊啦，你莫安尼我逐日都爱想讲你会互我，你会惊等遐久啊都有啊86岁才生一个囝，这嘛是神热咧都甲上帝讲等都有一个等就搁较麻烦。差不多伊个上帝安尼讲，上帝讲无。但到第18章第18章有一个故事讲亚伯拉罕接待3个青云人，伊毋捌拄着迄青云人。这3个青云人中间一个是上帝。
上帝甲两个天使，互阿伯来番款待。去到阿伯来番厝内，阿伯来番真好款待。上帝问阿伯来番，佮阿伯来番讲，佮撒拉你要佮生一个囝。咱今仔日读的圣经就是撒拉伫后壁听到在遐笑，我真同情撒拉呢。三个人，这三个人生份人，因也捌拄着，来敢若伫逐个直直甲讲伊要生囝，等遐济年啊，还佫未生，伊伫遐笑。我有一个加拿大教会的牧师，查某牧师甲我讲吼，伊讲这圣经写讲撒拉伫笑吼，伊若笑会出来哈，我是安那？吼，我若90岁爱佫换着主啊，佫摕牛连冠啊，我会哭咧，我会笑咧，有啥物好笑？有影，你甲想吼，这实在是，上帝讲，上帝即摆真正甲讲，明年的这个时阵我会佫来，你要生一个囝。果然，第21章创世纪21章，以撒出世，阿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保罗是用这个代志，在讲上帝的应允的代志。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我拄仔佫袂记讲，99岁迄年哦，99岁迄年，伊伫99岁迄第17章的第24节哦，伊有记讲阿伯拉罕伫99岁是受割礼。上帝甲伊讲，你要有甲要讲要甲伊立约，要甲阿伯来番就叫伊就爱受割礼。但行迄个割礼，迄是犹太人，到即嘛还佫有啦，哦，迄是一个因甲上帝立约的记号，亲像咱的洗礼，咱的洗礼较无遐严重啦，因为割礼是查甫才爱受割礼，但阿伯来番。受割礼是99岁，这项哦，确定啊，我会佫讲，这项对保罗来讲是足要紧的代志，我确定会佫讲。但咱来三角看罗马书第4章，我今仔日这个讲道吼的题目吼，我无意中读到这句话时，我老实讲对我冲击足大的。伊讲哦。阿伯拉罕伫无通仰望的时，遥控仰望。迄英语的翻译翻了搁较水，讲 hoping against hope，hoping against hope。伊伫仰望，总是伊明明知影，强强要无仰望。伫无通仰望的时，伊伫肯仰望。这是真水的信仰的表现吼。但我对第16节来开始看吼，第16节开始看，第16节我会渐渐读互恁听，因为这台湾的翻了真白，所以我相信恁拢有都听清楚吼。伊讲，因为安尼应允是用信做根据，要保证应允是对上帝白白的允许。互阿伯拉罕所有的子孙，毋若有受割礼的人，嘛包含遐个甲阿伯拉罕相款有信上帝的人。保罗伫遮提起割礼的代志，伊无讲真清楚，总是我感觉保罗真牛，因为阿伯拉罕吼，我拄仔讲的，上帝讲要互伊有子孙，亲像山遐尼济，亲像天的星遐尼济。迄个时阵，伊86岁，要得到上帝的恩典吼，无一定需要割礼啦，因为伊到99岁才受割礼嘛。保罗掠这个伫遐得甲伊当时代遐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因迄个时阵坚持，若外邦人要做基督徒，一定都要对犹太人去行割礼。保罗一直反对这项代志，伊伫遮用阿伯拉罕86
差不多80岁，就已经接到上帝的应允。总是伊到99岁才受割礼，所以得到上帝的应允，甲割礼无关系。这是保罗神学真要紧的。啊，迄个要得到上帝迄个恩典的条件是啥？信啊！听，伊讲阿伯拉罕吼，伊信，互人国外的上帝，甲对无变做有的上帝。阿伯拉罕无可能知影耶稣对世人中国外的代志，咱知啦，咱活伫十字架这边，咱知影。保罗当然哪知影？保罗写这是已经耶稣国外的代志，保罗是咧指耶稣啦。伊讲阿伯拉罕有信，迄个是讲迄个上帝，互世人国外的上帝，创造天地，对无创造有的上帝。对伊家己咧，已经伊的某已经90岁，无可能会生囡仔的年龄，佫生囡仔。所以保罗伫遮咧讲是阿伯拉罕经验上帝，伊的信上帝行遮尔大的技术。伫遮保罗吼，用即个机会，我咱得甲遮犹太人讲，割礼甲救恩无关系啦。但过来第18节到第18节到第19节吼，伊伫无通仰望的时，遥看仰望，信讲以为真做万民的祖先，照所应允的话讲，你一定有真济子孙。伊已经真100岁，想到家己的身躯哪亲像死去，撒拉也已经未生囝，毋过阿伯拉罕无因为安尼失去信心。伫遮吼，这是我拄好讲，是我讲道的题目对遮来的。这伫遮你看保罗咧描写阿伯拉罕吼，老实讲有小可真无礼数啦。伊讲阿伯拉罕吼，真100岁啊，要100岁嘛吼。想到家己的身躯哪亲像死去，哪亲像死去吼。英语的翻译叫做吼 ，as good as dead。都无路用啊啦！啊，若有迄个，咱台湾的翻译大概都棺材软一半较低啊啦。咱有迄句话嘛吼，你无望啊啦，身躯 as good as dead 哦，啊，撒拉遐济岁啊，总是伊无失去信心。安尼讲因祖公甲祖妈实在是真无礼数，啊，毋过事实有影是安尼啦。总是伊无失落伊的信心。例如咱伫这我想到咱逐日的生活吼，咱常常会拄到真无顺利的代志。我拄啊祈祷的中间有提起台湾拄到地震，台湾吼人想的就飞机来甲咱飞安尼变，咱真正无办法呢。我2礼拜前有讲，伫即个代志的面前，无一个人有法度通解决即个代志。啊，你若甲看今仔日世界的情形，气候的变迁、战争的代志、瘟疫的代志，你倒一个政治领导者会当解决这样代志？无呢，真正无。啊，要安怎？这敢毋是？无通仰望的时阵，敢是？咱爱搁肯仰望啦，咱毋通放弃啊！咱爱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阿伯拉罕，我拄啊甲咱讲，伊的迄个，伊要得到囡仔情啊，迄个，伊无失去信心啦。伊甲上帝讲哦，啊无用以实玛利就好啊啦。你要互我做子孙真济好啦，才一个会当用啦。伊无失去迄个信心，总是伊的信心有起起落落，这有影啦，这有影啦。我咧讲，顶礼拜拜一吼，我
来加拿大50年，50年，我真正吼，我倒转去看我家己过去安尼木会吼。迄阵啊来加拿大，1972入来加拿大，1973开始去阿伯达木会，白人的教会。迄阵啊实在，即摆想起来，迄阵啊实在真戆大呢，哪会敢去吼？因台湾的讲道有时都准备甲袂出来，佫会用英语的，佫敢去呢？我会讲道个礼拜讲，伫阮牧会中间，我有一个时阵真正想不爱做牧师啊，要来做别人代志。总是哦，感谢上帝吼，感谢上帝，互我坚持落去吼，对上帝的信心无去就无去。我相信你嘛捌经验到这个代志，敢毋捌？伫咱人生内底，咱拄着有时啊足失望，有时啊常常想要放弃，总是咱爱持守对上帝的信心。阿伯拉罕甲撒拉对人来看是无可能的代志，总是伊保持伊的信心。第21节甲22节，保罗讲吼，伊确信上帝一定会实现伊家己的应允，所以阿伯拉罕因为信，上帝甲伊算做义。阿伯拉罕因为信，上帝甲伊算做义。这句话毋是保罗讲的，这句话是创世纪的作者所写的。当阿伯拉罕接受上帝的命令，离开伊的家乡，离开出去，毋知影要去倒位，敢若讲上帝叫伊出去。假使恁囝要安尼做，你会安怎？你莫安尼想啊！伊所受的压力一定足大，总是坚持伊的信仰。创世纪的作者伫遐写讲，阿伯拉罕信上帝，上帝看伊做义。这句话毋是保罗讲的。咱今仔日读迄个启应文，迄个希伯来第11章，我2礼拜前有因第11章的第1节，讲信是对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这是信仰啦。若看会到的，毋免你信啊啦，敢毋是？你看会到才对你信。信是对所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你若用这句话来甲放伫阿伯拉罕甲撒拉的身上的是，这句话拄拄在讲因，敢毋是？伫希伯来书第11章第11节，我咱在讨论阿伯拉罕的信仰，写讲哦，对信阿伯拉罕虽然已经老，撒拉嘛已经超过生产的年岁，伊还会当做老爸，因为确信应允伊的上帝是信实。阿伯拉罕信上帝。咱伫世间哦，真侪代志要爱咱的注意。我伫准备这个时候，我真正毋知安怎呢。我头壳底走一个物件，我顶摆吼数学的成绩是足歹的呢，我足堪慢的啦。迄大数几何我拢袂晓。毋过我伫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忽然间伫我的头壳底走一项物，大数说函数，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拜托恁创 PowerPoint 好无 ？Hello。呀，函数吼，恁若读大数的人拢知影 F 啊，这我吼，我楼顶带一个电脑工程师，数学袂歹，施工的谢强兄吼，我问伊足侪摆，我讲这安尼讲是对啊毋对 ？F 啊 X 是未知数啦，我讲这是一个吼
我常常看这做是咱人生，你的人生是哪像一个方程式 ？F 哦 ，X 内底的物件，你放什么物件伫遐，会影响你后壁的结果。哦，我常常我读迄个数学的时，大概都有捌安尼想过，讲迄个 X 的影响后壁的结果价值出来了吼。所以我常常是讲，你的人生迄个 X， 若用钱财的时出来的结果一款结果。啊，有好结果，无好结果，无人知哦。所以我拢更question mark。你有可能会趁钱，有可能袂趁钱。你为着你的名声，为着你的地位，你会使 X 会使放伫啊。咱做基督徒，咱的函数爱放啥？你敢知影？阿伯拉罕就是安尼啦。阿伯拉罕的人生的函数吼，过落去听拜托恁创。上帝，阿伯拉罕吼，伫伊个方程式内底，伊放上帝，放上帝结果吼，恁知迄个记号是啥？无限大。例如上帝做你的函数的时，迄个结果是无限大。我真感谢上帝，我毋知哪去想到这啊！我吼为着我袂使讲出来，拢讲毋对了，了就向笑啊吼！所以我去问师讲这安尼讲会使袂？伊直直甲讲，牧师这足好诶，足好。有影呢？阿伯拉罕的一生，伊用上帝，伊出来是迄个无可能诶代志，会当变做可能。咱搁倒转来讲，我2礼拜前讲的代志。我2礼拜前会讲迄篇讲道，我有讲我读到一篇文章，迄篇文章是一个讲专门的讲研究人类历史所发生的灾难，迄款的历史学家伊写的文章，啊，甲咱讲即个世间，即卖世间所面临是真侪款的灾难结做伙，有影气候的变迁啦，战争啦，啊，战争有可能啊，若有人起笑，会变做核子战争啊，哦，佫COVID才拄啊过，为着安尼世界经济拢无稳定，啊，咱台湾人特别经验着。中国安尼不习惯要来乱，甲咱围。我用安尼用亚利米所拄着的来譬如今仔日咱人类所拄着，还是咱台湾人所拄着，因为真正无一个人会当替咱解决这个代志呢。真正无法度，除了相信上帝以外，真正无其他的出路呢。我拄好有讲哦，英语的翻译，今仔日我的讲道题个伫无通毋忙的时，还佫去毋忙，或者 hoping against hope。你若有毋忙的时 ，hoping against 就是伊伫遮咧讲的吼，真正是真正互咱通想的。我2礼拜前讲了后，讲爱信靠上帝了。我感觉我应该爱佫较强调什么叫做信靠上帝。我想我要甲咱大家分享，伫你的生命，伫你的方程式的内底，放上帝，放上帝伫你的方程式内底。但保罗讲到遮，第23到25节。伊无卖去伫耶稣，伊讲吼，第22节，伊讲，所以阿伯拉罕因为信，上帝甲伊称做义。毋过，甲伊算做义即句话，毋是简单为着伊，嘛是为着咱遮个
咱遮个人写的，因为咱有信上帝，互咱的主耶稣对世人中过啊，咱嘛受算罪义。为着咱的罪过，上帝将主耶稣交互人害死，搁为着咱，为着要互咱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上帝有互伊过活。亚伯拉罕爱等要差不多20年，上帝的应允才实现。保罗伫遮甲咱讲，通过耶稣基督，咱若信耶稣基督，信伊对死过活，上帝自然就甲咱称作义。咱毋免像亚伯拉罕，每20年，上帝甲伊称作义。咱马上会当因为咱的信，互上帝称作义。亚伯拉罕甲撒拉经过遐尼长的时间，上帝的考验。今仔日照传说，以实玛利的后裔是即卖阿拉伯人。以撒的后裔是即卖的犹太人。你甲看亚伯拉罕的后裔偌尼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最后，我也是要讲，当咱面临困难的时，咱毋通忘记伫上帝的信实。有时咱毋知影上帝的意思是啥，有时咱甚至会怀疑上帝是安怎对我呢？总是咱知影上帝是好的上帝，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伊对亚伯拉罕安尼，伊对咱拢相反。咱来三个祈祷。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亚伯拉罕甲撒拉的信仰经过，甲保罗通过圣神所做的解说，互阮搁一摆想，阮虽望拄着困难，虽望阮伫这个世间有时毋知要安怎应付，有时常常要有无往往。阮恳求你，互阮无放弃对你的信仰。特别，阮感谢你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你为着阮所陪伴、赦免、甲永远话的应允。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做你的囝儿。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